咚咚咚咚，哇！東華幼稚園奇趣頻道。睇過呢間學校個圖書館入面有一個寶藏，每個小朋友集中精神，全情投入，都可以揾到呢個寶藏。究竟今集嘅小朋友揾唔揾到個寶藏呢？你揾唔揾到寶藏啊？揾唔到寶藏，我淨係揾到動物圖書。你呢？揾唔揾到寶藏啊？冇啊，我淨係揾到呢個英文圖書咋。有冇寶藏啊？揾唔到啊！我淨係揾到呢本中文圖書咋。哇！係黃金屋啊！各位同學過嚟，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意思即係圖書就係知識寶庫，唔同嘅圖書都會俾到唔同嘅知識你，你嘅知識就好似黃金咁矜貴。所以小朋友，你哋係唔係揾到你哋嘅黃金屋呢？我哋學校注重閱讀，課堂亦都會有繪本教學。我哋圖書館入邊嘅圖書包羅萬有，絕對可以大大提升小朋友對閱讀嘅興趣。睇完我哋嘅片，再睇埋下邊嘅連結，延伸閱讀，吸收更多育兒資訊。